每天记录个嘛，我过的结果么，我过他们家上次的提供起着么，有的话，我牛嘛，我那老个，后来也就是这个，说 Texas 管理是许这个啊，说就是这个，咱家美国的这个家嘛，说历史许这个，我上来有的刚才负责了嘛，我都每天记录个嘛，我讲话，说我不是我的我儿子，你不服了，赶紧起来，我家来从我家来那个。Yeah.